先生の日本語教室。どうも大家好，我係 Peggy 先生，歡迎大家收聽我嘅全新 podcast 節目。呢一度會收錄我每個星期嘅 YouTube Live 精華內容。如果各位同學都想同我傾下各種日本文化或者係學日文嘅話題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參與我哋逢星期二、四嘅 Live 直播。今次我哋傾嘅係呢個話題，除咗關愛座啊、優先席之外呢，有一樣好關乎關愛座嘅，另外一樣嘢呢，就係呢個電話嘅靜音模式啊。我哋中文就可能係用嗰個功能嚟去定義佢啦，係嘛？即係靜音啊嘛，係嘛？即係個電話唔出聲啦。OK， 日文呢，靜音模式呢就叫做 manner mode 啊，係嘛？守 manner 啊嘛。OK，manner mode。manner mode， 我覺得你照坐關愛座又好啊，或者你讓唔讓位俾老人家或者係孕婦嗰啲，都係另外一件事。最緊要呢，就係喺火車上面啊，或者喺地鐵呢，一定係將個電話轉做呢個 manner mode 啦嚇。因為首先大家都知道啦，喺地鐵或者火車係唔講得電話噶嘛啊，盡量都係個寧靜嘅狀態嚟嘅。咁啊，包括埋呢電話嘅響聲呢，都係會令到人哋覺得好煩厭㗎。OK， 咁所以呢，即係盡量呢，上到車，基本上我已經去到一個境界係嗱，我覺得喺日本住嘅人呢嘅最正宗嘅境界，尤其東京人呢，就係長期 keep 住 manner mode 咯，長期 keep 住靜音，去到邊都係咁樣啦。OK， 我呢係都會有時轉翻響機啊。咁但係呢，入車廂嘅時候呢，就算你唔記得轉啊，你會即刻哎呀 sorry， 即刻要覺得好唔好意思咯呢件事。甚至乎咧喺火車上面咧，會有時咧有啲 announcement 咧，即係會同你講話，如果你喺車廂入邊咧，就盡量咧都要轉做 manner mode 啦，或者咧甚至係咧熄咗個電話佢啦，咁樣啦。OK 嚇，你喺優先席嘅附近咧，直情咧大家係要求你咧係熄咗個電話佢嘅。好啦，咁啊頭先咧 Eric 都問咗一樣嘢啊，佢話女性專用車廂 ，OK， 女性專用車輛啊，即係個車卡啊，女性専用車輛，女性専用車輛，通常咧都係繁忙時間咧，粉紅色個卡咧就會變成女性專用車廂啦。咁咧要分時間，大部分咧都係講緊咧繁忙時段啊，某一個時間就會咧喺呢一個女性專用嘅。所謂女性專用咧，就唔係真係完全得女性先坐得嘅。其實咧，小學生或以下嘅男仔，即係中學生就唔得啦。OK， 小學生以下嘅男仔，同埋咧身體有少少殘障嘅，係都可以特別有呢個優待，可以上到呢個女性專用車廂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如果你遇上撞啱嗰個時段，哎呀，佢係女性專用車廂，咁你就睇路啦，你唔好亂咁上車啦。逢星期二、四香港時間晚上10點半，我哋喺 Sensei 開 Live YouTube 直播一齊傾偈啊！またね。